炳叔啊，加入咗建築呢行之後咧，先至發覺起一棟樓真係唔易噶噃。齋講泥水批盪呢個工序咧，就已經一啲都唔簡單啦。係啊，國強。不過我哋做得呢行難極都會識做嘅，爭在你做得夠唔夠好嘅啫。咁不如就而家等我呢個老行尊阿炳叔同大家講下點先至係泥水批盪嘅優質工序咧。國強，你都入咗行一段日子，應該學咗唔少嘢噶啦。不如同我一齊講咧。好啊，冇問題。嗱，咁要做到優質樓宇咧，就一定要由正確嘅基本工序開始嘅。咁而泥水批盪除咗有粉飾外觀嘅用途之外，仲可以將石屎表面變得平滑、企直，同埋令到明角暗角都做到曲尺直角嘅效果嘅。咁既然佢嘅用途咁重要咧，睇怕準備功夫都唔嘢少噶啦。咁啊係咯，首先承建商就要根據最新嘅圖則同埋施工章程，制定一份泥水批盪施工程序建議書，即係 Proposed Method Statement。入邊咧要列明晒施工方法、收貨標準同埋驗收程序，而且仲要喺地盤度準備好泥水批盪嘅功夫路板房，然後再俾則師批核噶。炳叔犀利喎，英文都出埋啊！使乜講啊？一隻半隻英文我都仲識嘅。另外承建商咧仲有責任去預先檢查有關嘅最新圖則，好似泥水圖、大樣圖咁。睇下佢哋係咪可以互相配合，一發現有唔妥啊，就要即刻通知則師嚟跟進，等到則師批准之後先至可以施工啊嘛。咁文件準備好啦，就要準備材料啦。通常咧，承建商咧都會用政府提供嘅自來水嘅。如果要用其他水源嘅話咧，咁就一定要俾則師批核過先至用得嘅。至於撈料用嘅淡水沙咧，就要配合適當比例嘅英泥同埋水嚟用。而其他材料好似石膏啊、批盪網啊、批盪角網啊、白膠漿，即係 bonding agent 咁，都一定要俾則師批核過先至用得嘅。咁講到批盪物料咧，就唔同以前啦，淨係得現場撈料，而家有埋即用批盪物料噶。所以話物料同人都一樣會進步噶嘛。好似炳叔你咁啊，以前淨係識得個 Proposed Method Statement。而家就連 bonding agent 都識啦。係啊，呢種即用料就係預先喺廠度調校好嘅即用產品嚟嘅，比現場撈料省時方便，而開料簡單同快好多噶。炳叔果然活到老學到老啊！新舊料都難唔到你。唔係你估，用呢類即用物料之前，仲一定要交個建議書俾則師批核，有晒備用時間同埋施工程序。同埋有關試驗報告，記得留意成分比例、生產程序同埋凝固時間啊，直到得到則師嘅批核啦，咁先至用得噶。咁每批運到地盤嘅材料咧，都一定要有製造商證書，即係好似我哋嘅出世紙咁啊，嚟到證明啲材料咧係啱標準嘅。咁而其他批盪料啊，好似石膏咁，袋面咧就一定要有有效日期，過期咧就唔用得噶啦，要即時運走。就好似啲罐頭咁啊。過咗期就自然唔食得噶啦。點止啊？換嗰陣啊，仲要小心啲啊，唔好整爛材料袋喎，唔係整穿咗就倒到成地都係，就盞做多重功夫噶啦。咁另外啲材料就記得要墊高，擺喺有蓋、乾爽兼且係平坦堅固嘅地台上邊，再加上適當嘅保護，咁先至唔會整濕啲材料噶嘛。咁材料有啦，工具又點可以冇咧？正所謂啊，工欲善其事，就必先利其器啊嘛。批盪嘅工具咧，就包括有鏟啦、泥斗、各種嘅灰瓷、水喉、1.5米長壓尺、木斗量格、魚絲線、線稱、曲尺、拉尺、平水尺、各種油掃、木磨板、海綿磨板、釘耙、搪瓷、弧形鐵片、鋤頭同埋攪拌器等等噶。醒目，做足晒所有準備功夫，泥水工序啊自然唔會馬虎。咁家陣啊，不如講下樓內嘅牆身批盪點做先啊。咁啊有兩種方法嘅，一種咧就係噴漿批盪，另一種咧就係傳統式批盪嘅。嗱，不過唔理你用邊種方法都好啦。喺施工之前咧，都要先 check 下所有墨線係咪已經齊全，剎沙仔係咪驗收妥當，
唔妥嘅石屎咧，好似石屎天花嘅剪口同埋菠蘿頭咁啊，就記得要鑿清佢。而燈箱位咧又要做足保護，兼且要清除板帽有污漬添。仲有啊，要鑿清石屎牆裏邊嘅絲山窿留低嘅膠筒。工友先喺外牆用水松質將絲山窿封好，要凹入40mm 先得嘅。然後工友再留內，就用即絲批核嘅膨脹膠填翻滿個窿位。哦，即係好似去補牙咁，要先撩乾淨牙窿，至再用牙粉補翻個窿咁啊。係啦，等乾透後就將多餘嘅膨脹膠刮走，要凹入牆身20mm 咁先得噶。跟住先喺內外牆嘅凹位灑水，然後用即絲批核嘅唔收縮英泥沙填滿佢，咁就可以防止雨水由絲山窿滲入啦。跟住咧就係要喺磚牆同石屎牆嘅碰口位，同埋入磚牆嘅水管、燈喉位置咧釘上批盪網，而且每邊咧都要至少覆蓋150mm咁至啱標準嘅。咁為咗唔會有彈網同埋鬆脱嘅情況出現，需要圍住批盪網邊嘅釘唔可以超過100mm嘅中至中距離。釘好之後就要灑水，然後就再批一浸英泥沙落網面，跟手用灰瓷壓實佢。做完記得要 check 個夠實淨至好啊！同時期咧可以按墨線嚟到包明角護角網，再按泥特包暗角硬泥柱啦。做好咧就記得要複核牆身墨線 ，check 下個護角網係咪企直至好啊！咁 check 過冇問題嘅話，就可以按照明暗角拉線出牆身中間泥突，再按泥突做硬柱頭啦。不過記住硬柱頭要由地台一路做到天花頂至好，就好似我哋男人大丈夫做人要頂天立地一樣。而且每條大約有1.5米嘅中至中距離，所有窗角都要包英泥沙角。如果遇到震同埋柱頭，都一樣要包埋，千祈唔好做漏啦。咁做好晒之後啊，承建商就梗係要同埋工程監督一齊驗收啦。係啊，要睇下泥柱、角網同埋暗角係咪企直咧？泥柱之間嘅距離又係咪適中咧？門框有冇走位同埋保護？窗台包角啱唔啱平水？仲有天花嘅高度啱唔啱限制同埋係咪平直？而燈箱位又有冇做足保護？check過晒冇問題啦，咁先至 pass 噶。pass 咗咧就可以根據工程嚟到揀料批底浸啦。咁底浸嘅料咧就有2種嘅，一種咧就係要現場撈嘅英泥沙，而另一種咧就係即用嘅英泥沙漿啦。咁即用嘅英泥沙漿咧就唔使多講啦，總之拿起就用得，不過要留意備用時間噃。但係即場撈嘅英泥沙咧就一定要撈得啱份量啱方法啦，即係好似攪酒咁，酒嘅份量要準，攪嘅方法要啱，先至會攪到杯好酒噶嘛。咁喺批盪嗰陣時，埲牆一定要保持濕潤，所以牆身就要先淋足隔夜水，而到咗做嗰日就再灑多次水咁先得嘅。而且仲要用保護墊板嚟墊喺地台，咁嗰啲物料跌落嚟都可以用得翻，兼且保持場地清潔啊嘛。嗱，首先呢，就將1份英泥3份沙溝埋，乾撈至少2次，然後再加水，濕撈又係至少2次，咁先用得噶。仲有用嘅時間咧都要啱，因為撈好嘅英泥沙咧最多只可以擺1個鐘頭嘅啫。如果工程要求用埋白膠漿嚟到加強批盪嘅黏結力嘅話咧，咁就要先將佢搽落牆身嗰度，然後咧就喺生產商建議時間，又或者喺英泥沙嘅備用時間之內咧，就要批好英泥沙。總之邊個時間短啲咧就跟邊個，過咗時嘅話咧，咁啲批盪物料就會失效噶啦。冇錯啦，而且每浸英泥沙記得唔好超過10mm厚至好啊。之後仲要用壓尺按硬泥柱將底浸批盪刮平直，仲有記得將預留嘅燈箱位置做好添啊！最後咧就要執翻乾淨個場地，記得要清理好牆腳啊、明暗角、門框同埋窗框呢啲位置至好，咁樣底浸批盪先至叫做搞掂噶。咁等到過咗7日嘅養護期之後，承建商同埋工程監督就要嚟聯合驗收，而室內泥底嘅聯合驗收程序就要用1.5米長嘅壓尺同埋平水尺嚟檢查牆身、牆腳、牆頂、明角、暗角同埋窗邊牆角。
要確保係平直，而窗頂同埋門頭震亦要啱平水。另外咧，仲要用驗收棒嚟到檢查牆身同埋窗頂嘅天花，睇下有冇裂破。又要用曲尺板咧檢查牆身由牆腳至牆頂嘅明角，而暗角咧都要檢查，同埋窗邊牆角以及窗頂天花係咪符合曲尺，一定要冇問題啦，先至得㗎。至於室內天花石屎面嘅聯合驗收程序，就包括要檢查天花借脈係咪齊全，又要用拉尺按天花借脈嚟檢查下天花石屎係咪符合面浸批盪，兼且要檢查埋天花石屎面係咪啱規格，冇板碎同埋油污。總之，所有嘅聯合驗收都一定要合格先至可以進行面浸施工。有啲唔妥啊，都一定要修補好先得嘅。底浸做得好，面浸質素先至會高。咁講到面浸嘅材料咧，就要視乎工程嘅需要而定啦。基本上咧就有現場撈嘅灰膏同埋石膏，又或者係即用灰噶。冇錯啦，如果係接批灰膏面浸嘅話，咁至少要有7日嘅護養期。至於係接批石膏咧，咁就最少要有20日嘅護養期咁先得嘅。仲有啊，如果係用灰膏批盪嘅話咧，咁就要先發灰，用水浸過石灰面，至少浸足7日，咁啲灰先至會完全發透噶。唔係嘅話，批喺牆身或者天花嘅灰膏，第二日就會爆灰仔噶啦。而且喺發灰嗰陣時，仲要記得用板冚好灰槽，千祈唔好俾啲雜物跌落去添啊！咁而室內批面浸咧，如果係即日可以完成嘅話咧，咁就要記得要先批天花，後批牆身至好啊。冇錯啦。咁室內天花就可以分為噴漿批盪、即用灰批盪同埋紙巾灰批盪。咁我知即用灰同埋紙巾灰除咗料唔同之外咧，批盪嘅方法都係一樣嘅啫。係啊，咁紙巾灰用嘅份量咧就係1份英泥10份石灰，同埋佔總重量3至5%嘅乾紙巾。而紙巾灰都可以採用乾紙巾、濕紙巾同埋玉扣紙嘅，但係如果用玉扣紙咧，就要先打散佢啦。至於撈法咯，就要跟足程序，先將乾紙巾加水，用攪拌器攪勻，然後倒入裝咗石灰嘅灰槽裏邊攪勻，最後倒埋英泥落去，再攪多次咁就得噶啦。仲有記得開好咗個料，係唔可以擺多過2個鐘頭噶。喺批天花之前咧，就要先淋足隔夜水，到做嗰日咧再灑多次水先得噶。之後工友就要按天花借脈嚟打灰餅喺天花暗角大約1.5米中至中距離，然後按照灰餅全面出齊遠柱頭，再用壓尺執平。跟住咧就要批天花夾口位，用灰瓷收平，然後全面批面浸，大約3至5mm厚度啦。之後再用壓尺執平，同埋用灰瓷收齊天花暗角灰屑噶。咁等到頭浸有適當收身，就可以全面批薄面浸，再用壓尺執平，同埋用灰瓷修補。而等到面浸有適當收身啦，工友就可以光第一輪，先光天花暗角，再全面順光線做第一輪光面。當天花第一輪光面完成之後咧，工友就可以接批牆身，而牆身面浸嘅準備工序咧，就同天花工序一樣嘅，都係要喺批面浸之前咧，先淋足隔夜水，到批面浸當日咧，再灑多次水嚟到保持牆身濕潤嘅。咁至於批料嘅份量咧，就係大約1份英泥加10份發好嘅石灰，撈勻之後就好跟手批面浸啦。因為開好咗個料，過咗2個鐘頭就唔用得噶啦。即係好似啲魚生攤得耐啊，都唔可以食一樣咁啫嘛。而且批嘅厚度都要計嘅，大約係2至3mm咁上下啦。咁工友首先就要用灰瓷刮走牆身泥屑，然後喺上橋先批牆角位，跟住用灰瓷全面批牆身，之後就即時用壓尺通直牆身暗角、牆面、窗邊同埋窗頂位。再用灰瓷修補同埋用壓尺通直牆身噶，之後工友咧就要即時做第一輪光面，灰瓷記得要橫光，因為咁樣咧先至可以防止起波浪嘅。咁到呢個時候，天花灰面應該有適當收身，工友就可以光第2輪或者光第3輪，直至符合則師批核嘅樣板為止嘅。跟住就輪到批下橋啦。
咁工序就同上橋差唔多嘅啫。不過工友記得要用壓尺，通直長腳至好啊。跟住工友就要跟手收齊燈箱位、門框位同埋窗面位，再清洗埋門框㗎。咁又喺等到灰面有適當收身啦，工友就可以光第二輪，同埋用暗角匙拉暗角，或者光第三輪，直至符合則師批核樣板咁先得㗎。至於用石膏做面浸呢，就要將石膏加水，用攪拌器攪成糊狀。咁由於石膏粉就比較幼細，密度又比較高，所以要分2浸即日完成先得㗎。我知第一浸咧就係用嚟執填牆身窿仔嘅，而第二浸咧就係用嚟批劃牆身，減少起泡㗎。仲有佢嘅備用時間咧係1個鐘頭㗎咋。咁等到灰面嘅乾濕度適中啦，先至可以光多2至3次，做到直至符合標準規格為止嘅。歌仔都有得唱啦，樹立最佳標準，樓房高質素。咁頭先我哋講嘅都係傳統嘅批盪方法啦，咁家陣都應該係時候講下呢個噴漿批盪係點樣做咧。首先佢所用嘅工具咧就包括有風機、風喉、噴漿機、噴漿喉、攪拌器、桶、600至800 mm 長嘅不鏽鋼刮刀，約1.5米長嘅壓尺、水磨板、H 型鋁壓尺同埋各種灰瓷等等噶。而一般做噴漿批盪咧，都唔需要再做面浸批盪。不過喺用噴漿批盪之前，就一定要預先交份建議書同埋試驗報告俾則師批核，直至得到則師嘅批核先至開得工噶。另外噴漿批盪咧，分別都可以做天花同牆身嘅，但係次序咧就一定要做咗天花先。而做嗰陣時咧，仲一定要以生產商嘅指引嚟到做至好啊！咁就真係程序符合晒，乜都有紋有路。咁噴天花咧，就要喺拆走板模之後28日先至可以開始做嘅。另外仲要檢查水壓同埋電壓係咪足夠供應噴漿機同埋攪拌器用，有冇跟足生產商嘅指引，將風壓機、水尺同埋壓力錶嘅讀數校準。同埋記得預先要用膠紙包好門框，封好燈箱位，唔好俾佢入漿至好啊！咁咪即係好似我游水咁咯，我游水都會塞好對耳仔，唔好俾佢入水噶。咁你又誇啲，小心啲好。咁至於噴天花之前呢，就要先淋足隔夜水。到咗做嗰日呢，就唔使灑水嘅，但係就要根據生產商指定嘅混合比例，將噴漿料加水，用電動攪拌器攪勻。跟住咧就要將噴漿喉先行水，令喉管濕潤，然後咧就可以將撈好嘅漿料倒入去噴漿機度啦。嗱，呢個時候咧，一定要睇清楚個噴漿機係咪根據生產商嘅指引調校好，係嘅話就可以開始噴噶啦。噴漿嘅時候記得用保護板擋住牆身，咁樣先至唔會噴污糟個牆身嘅。一般天花噴漿嘅總厚度啊，大約係5 mm。而先噴3 mm 咁上下到啦，噴完就要即刻用600至到800 mm 長嘅不鏽鋼刮刀執翻平佢，等佢有8-9成乾啦，咁就可以噴第2浸噶啦。噴完之後咧，都係要即時用刮刀執面，當呢浸差唔多乾啦，就要用刮刀光面，直至平直為止。做完之後咧，唔使灑水養護噶。雖然噴好嘅天花就唔使灑水保養。不過啲揾食架撐就一定要好好保養至得嘅，就好似靠個樣揾食嘅明星咁，都要好好保養自己至得啦。所以我哋用完個工具要即時清洗乾淨，噴漿喉咧就可以用通波仔嘅方法嚟洗，咁樣先至唔會有殘留嘅噴漿物料塞住條喉噶嘛。咁至於噴牆身咧，都係要先淋足隔夜水。如果做嗰日天氣太乾燥嘅話咧，就要灑多次水啦。至於佢嘅準備步驟咧，就同噴天花一樣。總之記得要用膠紙包好門框，封好燈箱位，唔好俾佢入漿。同埋喺噴嗰陣時啊，要用保護板擋住天花噶。另外噴落牆嗰陣時咧，記得每次每浸唔可以超過15 mm 厚。噴完就要即時用1.2至到1.8米長嘅 H 型鋁壓尺嚟平整牆身，同埋用灰瓷嚟填補牆面。跟住再用大約1.5米長嘅傳統壓尺
按硬泥柱側面。至於嗰啲細面積嘅地方咧，好似窗邊咁咧，就可以用灰瓷直接批啲漿料上去嘅。冇錯啦，咁噴好之後，就可以用鋁壓尺由牆頂至到牆腳通直，再用壓尺嚟 check 下牆頂同埋牆腳係咪平直。咁當批面有8-9成乾啦，就可以用海綿磨水板索水磨面，然後再用光瓷光面嘅。如果要做光面咧，就要趁牆身感覺收身嘅時候，光多1至2次，直至符合標準規格為止嘅。嗱，噴漿都有厚度限制嘅噃。如果做光面即日嘅總厚度咧，就唔可以超過15mm 嘅。至於粗面打底，即日嘅總厚度咧就唔可以超過20mm 啦。你呢樣啊同阿炳嫂似啦，佢每日都唔俾自己嘅脂肪太多噶。做完之後，工友就記得要清理場地，同埋清洗乾淨用完嘅工具至好啊。咁牆身面浸嘅驗收工序就同室內泥底嘅驗收大致相同嘅。至於天花咧，就要用壓尺嚟到檢查天花暗角，確保平直，又要用驗收棒嚟到 check 下有冇裂破咁至得噶。咁方法就同一般嘅牆身一樣嘅。而合格嘅光面咧，就可以做線灰或者油漆工程；而粗面咧，就可以做瓦製鋪砌工程啦。咁其實樓同人都一樣，外表都好重要嘅，所以優質嘅外牆批盪就一定唔可以缺少嘅。咁外牆批盪咧就可以分為外牆石打底批盪同埋外牆油漆面批盪。咁家陣就不如講下外牆石打底批盪嘅工序點先咧。嗱，佢嘅準備功夫同內牆嘅就有8-9成相同嘅，都係要有齊所有墨線啦。沙沙仔就已經驗收妥當至得嘅。仲有樣好重要嘅，就係個人嘅安全裝備咧，一定要做得足。外牆棚架要合乎安全規格至好啊，唔係啊，隨時就會變成空中飛人噶啦。另外咧，就仲要 check 清楚石屎裏面嘅絲山窿有冇做妥至好啊。都算你個腦有啲用啦。咁另外咧，就要按照墨線嘅指示拉線出明角泥柱。泥水工友用灰瓷同埋壓尺將明角泥柱執平直，跟住暗角就根據墨線指示先出泥餅，然後就用壓尺按泥餅全面出齊硬泥柱。泥水工友就要根據明暗角泥柱拉線出泥餅，然後用壓尺按泥餅出齊泥柱。記得泥柱嘅距離要大約有1.5米至好啊。然後咧，就要照住墨線嚟到包窗台同埋冷氣機台啊嘛。冇錯啦，根據拉好嘅魚絲線批好窗台線之後，就要用壓尺刮平佢，跟手就用板模固定啱啱做好嘅窗台線，再撐實佢咁就搞掂噶啦。之後咧，就要批窗台線面，記得一定要做足斜水同埋窗頂雞嘴啊，唔係就會滲漏噶啦。咁搞掂好，承建商同埋工程監督都仲要嚟做聯合驗收嘅，check嗰啲泥柱夠企直啦。至於中牆泥柱就要根據明暗角泥柱拉線 check 過係咪平直，窗台線尺寸啱規格啦，同埋窗台面斜水泥柱，咁先至可以開始批盪噶。咁喺批盪之前咧，牆身就梗係要淋足隔夜水，到做嗰日啊再灑多次水啦。如果用傳統嘅英泥沙批盪方式咧，就可以將1份英泥3份沙撈好。記住，撈好嘅料唔可以擺多過1個鐘噶噃。批盪之前，工友要根據特別章程喺外牆先掃一浸白膠漿喺面，記住要根據生產商指定嘅時間之內完成底浸批盪工序嘅。咁呢種外牆批盪厚度咧係唔超過20mm嘅話，就可以分2浸即日完成，而每一浸嘅厚度咧都唔可以超過10mm噶。咁通常咧上午就做底浸，下午咧就做面浸嘅。咁做完面浸之後咯，當然就要用壓尺按照硬泥柱將多餘嘅英泥沙刮走啦，然後再用灰瓷填補空隙，直至平整為止噶。當牆身批盪面完成之後，工友要根據硬泥柱預留嘅伸縮縫以壓尺定位，跟住工友用灰瓷上下界斷英泥沙，然後用弧形鐵片將英泥沙挖走，同埋喺拉棚架嘅2分圓鐵位置切走大約50乘50mm面積嘅英泥沙，留待日後拆棚之前
切走2分鐵之後，泥水工友就要將呢個空隙填補妥當為止啦。但係如果唔係即日做埋面浸，而係安排第二日做嘅話呢，咁就記得喺做完底浸當日要畫花，而批面浸當日就要先向牆身灑水。至於窗台面，要分2浸即日完成，先要清洗同埋搽一浸白膠漿。工友先批頭浸，然後等頭浸有8至9成乾，跟住就可以批面浸啦。工友要用壓尺按斜水泥柱執平。至於冷氣機台面，工友都要批斜水面，而窗台底都要分2浸即日完成嘅。仲有要留意埋窗台線面同埋冷氣機台線面要有足夠嘅斜水，窗頂要有雞嘴或者係滴水線咁至好啊！總之，大家一定要根據則師批核嘅樣板，將做好嘅批盪面執正，等到批盪面乾透之後，再做灑水養護。只要大家用心做，批盪唔會亂糟糟嘅。咁過咗7日養護期之後呢，承建商同埋工程監督佢哋就會嚟驗收噶啦，去檢查窗台有冇足夠斜水，仲會睇下有冇做漏雞嘴嘅。用壓尺按硬泥柱 check 下牆身係咪平直，同埋有冇裂破。佢哋咧會根據平水線嚟到檢查伸縮縫嘅。至於講到外牆油漆面批盪呢，佢施批之前嘅準備功夫就同外牆石打底差唔多，而工友就要按硬泥餅全面出齊軟柱頭嚟做批底浸嘅基準，之後就再全面批底浸嘅。然後工友就要用壓尺執平直，同埋用灰瓷收齊窗線暗角位。跟手咧就再用釘耙波浪式橫掃，將底浸畫花。之後等到泥底收身啦，就可以將多餘嘅泥屑刮走，兼且按牆身墨線咧將泥底刮走，嚟到做預留伸縮縫嘅。咁到咗批面浸當日，工友就要向牆身灑水，再按硬泥餅全面出齊軟柱頭嚟做批面浸嘅基準，跟住再全面批面浸。之後工友就要用壓尺按軟柱頭將面浸全面執平直，等到面浸有適當收身啦，就可以做油漆面批盪。佢一般可以分為粗面、半粗面同埋光面。首先粗面批盪呢，工友就可以向牆灑水，再用海綿磨板磨至起漿，跟手再用海綿磨板上下拉順執直紋路，直至符合則師批核樣板為止㗎。之後咧，工友就要切齊批盪頂，以便日後咧接批上層批盪嘅。另外，工友除咗要沿住窗邊將批盪抽坑，方便第日擠膠之外咧，仲要喺窗頂線將批盪抽坑嚟到做滴水線㗎。至於其他事後工序咧，就同外牆石打底差唔多嘅。而半粗面批盪，當用海綿磨板磨至起漿之後，跟手就要再用木磨板上下拉順執直紋路，直至符合則師批核樣板為止㗎。至於光面批盪工序咯，亦都同半粗面批盪差唔多嘅。不過當用木磨板磨至起漿之後咧，跟手就要再用灰瓷全面光第一輪，等到批盪面有適當收身啦，工友就可以光第2輪或者光第3輪。總之要係直至符合則師批核樣板咁先至 OK 嘅。冇錯啦！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人都可以盡力做好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㗎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而家就等我哋嚟重溫一下泥水批盪施工程序嘅重點。批盪前，所有墨線及泥柱必須做妥。使用白膠漿時，必須根據生產商指定時間內完成批盪工序。必須根據圖則、合約規格或則師指示做妥伸縮縫。每浸批盪開始凝固之前，必須完成所有執面程序。牆身泥底厚度於20 mm 內，可即日分2浸完成。如批盪要分日完成，於當日完成後，必須將底浸畫花。批面浸當日，
必須先向牆身灑水。窗台扇面及冷氣機台面要做足斜水。窗頂要有雞嘴或者係滴水線。個人安全裝備及外牆棚架要符合安全規格。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齊心合力，上下一心，提升住屋嘅質素，為人為己，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